遇见更好，遇见你真好，遇见你真好，遇见神更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诗篇95篇6到7节，预备起。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来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这荣耀的主日，我们欢喜快乐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敬拜你。此刻求主安静我们的心，除去一切的忧虑、忙碌和杂念，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愿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开口的赞美歌唱，更是献上我们全人全心。愿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经历你的更新、你的爱以及你荣耀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安静在主面前，先来思想一下最近我们自己的灵命有哪些地方需要主来改变呢？是不是不够有爱心？是不是对家人很凶？是不是有别的事情？好，我们敞开心，求主来更新我们。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向神献上我们的祈求。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实的灵。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能为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更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能为你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
降服于你，生命降下恩雨，将我生命全甘心。我愿放下自己，我愿降服于你，生命降下恩雨，将我生命全更新，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生命更像你，改变我的心，贴近你的心，叫我更多认识你，改变我，让我不再为自己，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改变我的心，连进我生命，每一天与你同行。我们越认识神，越会发现，这世上一切都不能够真的满足我们，唯有他自己才是我们心中唯一的渴望。一起来唱。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宣告，神是我们唯一的渴望，我们的眼目就不再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定睛在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
是我唯一渴望，耶稣。弟兄姐妹，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轻声的对主说：主啊，你是我唯一的渴望。高举你荣耀的名，
的，主啊，万民都要来遵从你的圣名，是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赏赐生命给全人类所有生物的主。主啊，当我们明白这样的生命连结，我们就谦卑、虔诚、敬畏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的敬拜是要回归上帝你创造的源头。我们在尊崇你，是因为我们是你所赏赐的一切美好。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满满的恩典、赐福、力量与保守，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愿神也赐福，借由今天我们的88节我们看见每一位父亲在你面前得到恩宠，得到祝福。愿神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愿这个礼拜是荣耀主的敬拜。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一起要来祈念新的诫命，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一起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24到30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预备，请。没有人能够服侍2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的饮食，或者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种不收，也不存粮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饲养它们，你们岂不比鸟儿更贵重吗？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为什么要为衣服操心呢？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吧，它们既不工作，又不缝衣。可是我告诉你们，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他的衣饰也比不上一朵野花那样的美丽。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明天枯萎，被扔在火炉里焚烧。上帝还这样打扮他们，他岂不更要赐衣服给你们吗？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接下来我们请主日学献诗，所献的诗是永远的靠山。献诗完，我们请夏牧师讲道，讲的道是登山宝训系列第8讲，上帝仆人与生命供应。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唱这一首《爸爸是永远的靠山》哈。我们也隔壁做爸爸的男生就对了，给他祝福说爸爸节快乐，好不好？我们感谢主呢。今天我们的父亲节庆祝哈，通常大家都能接受，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庆祝好像比较慎重哈，比较盛大一点哈。其中有一个差别啦，就是我们爸爸节好像没有爸爸花，有没有？爸爸的花，不然小朋友都会送每一支康乃馨给妈妈哈。爸爸以后我们再想一想，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花可以送给我们每一个爸爸哈。感谢主，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父亲的，也能够看到神荣耀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在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为每位父亲献上感谢，因为神借由父亲的这一个位分跟角色，成为每一个家庭的支柱，也让我们在人的社会当中看见父亲为一个家庭撑起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恩典，也能够让家族继续繁衍。神特别透过父亲，让我们看见父亲的形象。上帝，你的形象就是天父，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所学习的，明白神的教训。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特别要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登山宝训系列。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了，非常的熟悉哈。那我就直接跳过，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在分享当中会再提起哈。那今天的主题叫做上帝的仆人与生命的供应。那25节、24节是在讲2个选择，那后面的是上帝借由野地的花、空中的鸟来告诉我们他生命的供应。那这个前面的教导跟后面有连结，我们要借着这个部分一起来学习。首先24节是提到服从的问题，2个主人哈，2个主人到底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哈？那这段经文这么讲，他说没有人能够服侍2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看那一个。你们不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仆。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生活上可以2者得兼的啦。比如说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他因为能力或是他的工作性质，很多人是叫做斜杠，对不对？2侧工作都有的是，甚至白天一个工作，晚上一个工作，甚至还有人很拼命，1天3个工作。好了，那这3个主人跟你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今天讲那么的严肃，因为那个是跟生命有关。所以耶稣讲得很严肃，说没有人能够服侍2个主人。主人的意思，他是掌控你全部的啦。比如说我们到公司，那这个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的主人。但是我离开了，我下班了，他的各种关系就暂时断掉，除非有特殊的任务。那耶稣所讲的这个主人是一生的，是生命的。也因为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教导：上帝跟金钱怎么样选择？永活的创造主，他跟渴求财富物质之间，2个是对立的，没有办法同时侍奉。但是人常常很自信呐，认为我能够跨界，我能够脚踏2条船哈。那耶稣在警告我们说，没有这回事。人的心不能分开2种，而且是天跟地的差异哈。所以我们人常常自信说可以平衡各种生命的需要服侍不同的主人。但是基督徒有一个优先次序，祷告的优先次序，不是自己的名字、国度和旨意，是以我为出发点，自私的名义没有，而是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说出这些祷告，
就是在表白基督的信仰的纯度跟深度哈。那耶稣讲的那么的直白，或是那么绝对，问题在于说人性的问题。人若把忠诚分配给上帝跟金钱，其实上帝就没有了，就算变成金钱的奴仆。我们旧的圣经它讲一个名词，大家比较容易记，就是马门。有一个学者他这样讲说，马门一出现，上帝就消失了。好，就是说，好像上帝这个能力，你一旦选择了马门，上帝不是说他没有办法掌管，但是他退掉了，他不再成为你的主人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警醒的部分那马门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直译的，音译过来的旧的圣经和合本都这样讲。那这个是亚兰文的意思，它就是财富、金钱、产业。那也许我们用马门，感觉上那个名称很容易记的那现代文就把它翻译成财富啦、金钱啦、产业啦。那耶稣还特别把它人格化，意思说，照理讲，马门、金钱它就是一个死的东西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它不是活人呐。但是当人的心倾向于这个时候，耶稣说这个像人格化一样，你就变成他的奴隶了。那其实我们如果讲得更深入一点，魔鬼的力量，它会借由物质来控制人心，重点是在那个，而不是这个中性的比如说火啦、刀啦我们日常用的用品啦，你在谁的人手上，它就变成好跟坏会被差异到。金钱也一样，财富也一样，财产也一样。当你的心被绑住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纯粹这个物质本身。所以上帝跟金钱不在于哪个比较持久，效果更好，而是在于相对的价值啦。相对的价值，我们说敬拜真神，货真价实，独一真神，它是恒久的，它是唯一的，但是本质上没有价值。意思是说，生活上不是没有价值，但是本质上有这样的缺陷，它是本质上无法恒久的。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金钱呢，世上的财宝会被贼偷啦，会被虫蛀啦，会生锈啦，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财物都不再是属于你，那个才是我们这个人生最绝对无法去避免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点反省一种学习。我们上个礼拜也曾经提起过，耶稣不是反对金钱财物，大家不要有这种很刻板的印象，像耶稣讲到金钱、讲到财富，就是一种排斥的、负面的。他是说我们要反对金钱成为你的主人。所以耶稣不是问你有没有钱，而是问你的心属于谁。换句话说，我身上的财宝，我不被他所左右，不被他奴役，我能够自由的支配，我能自由掌管。就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起过，我们的冠冕理财的这个课程，它就在训练我们人怎么样成为财产的主人，而不是成为不是让钱成为主人那第二个，为什么不能同时侍奉两个的主人呢？两个为什么不能？我们生活上斜杠2、3个的任务都可以我们现在身份有了一大堆耶稣讲的这个不是生命的部分。耶稣用这个比喻指出什么？人生一定要有一位最高的主人，一个无法替代的、绝对的。所以，如果上帝是主人，人生就以上帝为中心；财务如果是主人，你就一生以利益为中心。反正你就在金钱在财务上面打滚，它永远被他掌握，你不能自主。所以，耶稣讲的部分是说，两者不能并存不能并存。那我们生活上最容易接触的就是钱财，那钱财怎么样会成为你的主人呢？既然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为什么它容易成为你的主人呢？是因为人性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整个体系架构。第一个，把金钱当成安全感，
因为我们曾经过战乱的时代，很多人哈，我们这一代的人算是最幸福的啦哈。自从2次大战以后啊，后来我们就很少经历战争了啊。虽然有一些国共方面的冲突啊，我们有很多啊从大陆过来的这些啊，我们的这个撤退来这边，但是基本上在这一代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经过战乱，所以呢，在华人的血液里面哈。常常有那一种希望能够保有啊，不要一场空啊，所以这种观念也不能说不对哈。那你知道台湾人呢，很喜欢储存黄金，因为黄金要逃难的时候比较好带。好，那你银行卡哈，一发生战乱哈，银行就不给你钱呐，你的网络就找不到钱呐。那这个是人之常情了哈，但是耶稣所讲的部分应该是说，你唯有钱才有安全感，其他的都不去注重。你的生命、你的人际关系、你对社会的贡献，或者说你在这个人的当中能够造就别人、关怀别人，这些都不能成为你的价值，而是把钱当成唯一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那就是啊被他所捆绑。第二个，我们有一些特别台湾人，把成功建立在财务上，认为说有钱财就是一切。我们台湾很多俗语都讲这一些，有钱就是大爷啊，有钱就是能使鬼推磨，有钱哦就是目空一切，有钱的人讲话很大声，人常常被这个金钱财宝掌握住，也虚张了他整个样的声势，所以我们才说财大气粗嘛，我们才说这个铜钱那个铜臭味很重嘛，为什么？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学识跟修养，然后只是用钱来砸人，那常常就会被看轻看扁。但是台湾有另外一种观念，就是常常喜欢在电视新闻上去高举那些有钱人，什么高级车啦。大家一起排一排，大家比看谁的钱多啦，车子贵啦，豪宅是哪一间呐？那下一间是谁的啦？我们常常把这个财务看成是这个社会的唯一的标准，那人容易被他所掌握，就是这个原因。第三个是为了钱财，反而牺牲了信仰，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小心的部分。可能你工作上有需要，你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去赚钱，你会生活更好过。但是你把信仰赔上去了，那就是得不偿失。早期呢，我们常常很多长老教会的基督徒常常在做这样的见证，因为他们早期台湾的人开店做生意是早上也开，晚上也开，礼拜一也开，礼拜六也开，礼拜天也开，因为大家很勤劳嘛，很勤劳。如果多开一个店呢，就可以多赚一点钱但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遇到挣扎了。哇，礼拜天呢，放假时间呢，我要来做礼拜把那个店门关起来少收入多少多少，这样会很挣扎。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部分。但是现实归现实，有很多人就是从这边做到见证，他就下决心说：好，我礼拜天就归荣耀给神，我要暂停，我来做礼拜。那很多人就想说：那这样你收入就减少了，你一定影响你的开店的时间嘛。那很多人就是这样做见证，他因为用信仰来做优先，神就在别的地方给他的更多。那这个要怎么验证呢？只有自己信仰走过才知道。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很成功的基督徒，我们所谓成功，意思就是说他在信仰上也非常的得尊敬，但是他在工作事业上也得恩典，他就这样子做见证。那这个很多人就是为了生活的所需，把信仰扣掉了，想说有空再来礼拜有空是当个其次的，金钱是最优先的。这一个是连基督徒连这个奉献也看成是一种损失，就是在价值观上面，
我的钱有多少，我奉献出去，以为是减少的。但圣经一直在强调，跟我们讲说，其实你奉献给神，不是把钱花掉，而是天国的投资。那这个都是有些人就是会用逻辑跟你抗辩明明你钱就损失啦，口袋钱就减少，为什么会增加呢？这个如果用逻辑去辩，其实永远辩不完，是你生命走过的恩典才能够验证它那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的侍奉上帝的人怎么样看待这个金钱？怎么样看待？第一个，请记住，上帝才是供应者。我们常讲一句也是人生名言呢，就是说，小户有俭，大户有天小户有俭，大户有天。你很会支配你的金钱你会好好的用管理，你生活不会欠缺。但是大户呢，是神给你才有。有些人妄想一夜致富，对不对？然后去冒险去投资啦，甚至去买彩票啦想要一夜致富，但是并不一定真的得到。所以，上帝是供应者，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观念。腓立比书这样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他把这些话都摆在我们的心中。上帝他的丰富，借由耶稣基督，让你一切充足。这四个点都连接在一起，是你借由荣耀神他的丰富，借由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会得到一切的充足。第二个，我们只是管家，财富不是属于我，是上帝交托管理的。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呢，上一次我提到说，洛克菲勒这一位当时的世界首富，他认为这些钱财他能够拥有，并不是他厉害，他怎么样，他是神给他，所以他用管理的概念、管家的概念，帮助了中国很多的医院、很多的学校，在美国有很多大学的这个礼拜堂都是他盖的，很多图书馆都是他这个基金会所投入的。他是因为他觉得这些钱是神给他用在最有用的地方，能够帮助更多人的地方，而不是在数字上跟人家比拼。那第三个，接下来我们是说基督徒怎么样去省察两个主人，上帝、金钱。基督徒审查是说，我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上帝，还是建立在存款上面？当你银行的金额剩下那么少了，你会变成一个恐慌，变成生活不知道怎么过，还是说，是的，虽然有欠缺不足，但是我安稳在主面前，我相信神必预备。很多在服侍上帝的仆人呐，或是宣教的这些机构啦，或是社会一些所谓的帮助人的机构，都常常经历到这个上帝供应的恩典。常常是下一餐已经没有吃的啦，但是神就适时列出了供应。在2个月前的牧师参加一个，大概是我们前后届的同学，他已经办退休礼拜了。他在讲说，就是在西美教会 KB 在彰化那个糖厂那边这位陈慧明牧师他在讲他的感言的时候，心中很大的触动。他说他去神学院中途休学要去当兵，在当兵快结束前，突然间一个新闻通知说他的爸爸当时是在高雄的桥头在冈山南边楠梓上面那边的桥头教会牧会，就意外就是紧急的病痛就过世了。他的妈妈告诉这位要退伍的儿子说：“你可能要心理准备，因为我没有钱让你继续去读神学院。”然后这位牧师他说，当时他也很挣扎，他就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不是我不读没有钱交学费，我怎么？”他还特别跟神学院
联络说，拜托能不能让我慢2、3个礼拜我如果找到钱，我再回去注册，因为他是神学院，就是当兵，就是等于半途休学嘛。但是他就说，神很奇妙，他真的准备要来神学院，把他的留下来的行李都搬回家，准备要去找头路啦，准备放弃神学院啦。但是他说，就是那一天早上，有一封挂号信来，用信里面放了一张支票，当时50年前呢，1万块的支票。他就真的想说，上帝要我做他的工作，他用这种方式来操练我。他借了这一张，不知道是谁寄给他，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是谁寄给他的这一个支票，他回来学校读书完成了学业，在6月的时候退休了。神给我们安全感是建立在你有很多财富吗？其实你也知道，很多人财富越多，他越没有安全感，他又觉得说，到底这些钱能不能守得住其实安全感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然后你有很好的财务管理那再来是我的审查，是我的重大决定是顺服神呢，还是考虑金钱？很多教会在工作，在侍奉，在推展事工，如果先考虑到钱，大概很多工作都做不来。就想今天我们要举行50禧年的奉献其实我们教会2年前开始推动50禧年的事工，其实钱已经花了很多了，特别是硬体的部分，因为我们对面的大楼地下室跟1楼、2楼整理的很多空间，因为硬体的东西费用都很可观。但是我们没有想说，哎呀金钱奉献不够，我们就不做了。我们觉得说50禧年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不是一个 ending 它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要为新的开始的能量先预备好所以呢，我们就勇敢的把前面的大楼的整个空间全部改造。那我们配备了很多新的的物品，还有包括办了很多的活动。那重点是说，小会的同工认为说，不是等有钱来做，而是说这个时间有没有意义做了对我们教会有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就是勇敢的信行下去所以重大决定通常是先顺服神，很多福音事工也是这样子，勇敢的向前。那所以我们再来思考说，我们是否愿意用神所赐的资源来祝福别人？上帝给你这个位分，上帝给你这样的资产，或是上帝给你这样的才能，你的恩赐是让你去孤芳自赏，或是在别人面前炫耀，还是说神要借由你来服侍他？音乐的才华、财务方面的能力，或是口才，或是传福音的能力，神是要用你的所以呢我的奉献、时间和才能，是我反映我真正在敬拜神。再来是真正的主人是谁谈到这边很清楚了，不是钱财不重要，而是你把神当主人，钱财就变成你的很重要的工具。所以呢，真正的主人焦点在经文的焦点，他不是在谈金钱，他是在谈怎么敬拜。真正问题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你拥有什么，拥有你的心。财富当成为你的工具的时候，你是变成一个以神为主人，然后运用了这些财富、金钱，成为你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幸福、你的健康的使用者，而不是被他绑死死的，被他俘虏了。所以，如果上帝是生命的主如果是上帝生命的主，金钱就成为服侍上帝、服侍人的工具，因为它成为你所用，你会发现你的价值或是你的这个心中的一个满足感，就大大你拥有财富，但是没有神。你有神又有财富，那才是一个美好的在社会上最美好的恩典。他说，如果金钱成了生命的主，人便成为财富的奴隶。就像我讲的，马门一旦出现，上帝就消失了。再来是我们领受到这样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除去生命的忧虑。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很长那我只要简单的带过就是说25节，
提到说，耶稣前面24节讲完嘛，2个主人嘛，讲完就说加了一个所以，这2个所以也是很关键的部分，因为这样等于把前面的教导跟后面他说的连接在一起。好，我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很重要，所以你要去干嘛？哈哈，我们说家庭很重要啊，所以你要把时间多一点时间给你的儿女啊。所以耶稣说所以的意思虽然是一个连接词，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经文会再复习一下哈。那弟兄姐妹，耶稣用所以把前面跟后面连接。他前面讲什么？讲地上跟天上的财宝。他讲2个属灵的状态，光明跟黑暗。他讲2个主人，前面讲的是24节，金钱跟上帝跟金钱。他说，所以到底你选择哪一个做你的主人？你选择好了，所以才有用。如果你不选择，下面的所以就是给供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前面，后面就没有所以啦。好，那哪一个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委身的呢？你要做出选择，天上的财宝、光明，还有上帝。耶稣后面的话才有产生意义哈。弟兄姐妹，我们所做关于服侍哪一个主人的选择，会彻底影响我们对他的态度。当我们做了抉择，不再因世俗这一方面忧虑，因为你抉择了，世俗的事情就不再干扰你了，因为由神帮你做主。所以我们说神掌权，说主啊，这些事情主权在于你，那你就不要忧虑了。既然是神掌权，他就为你负责。我们常说神啊，你为这件事情负责，不是说只交托，但是自己又不愿意放，不愿意跟随，然后两边都想要，变成2个都失去了。所以呢，我们因为选择了主，我们拒绝了世俗，所以我们把心思的投注在天国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已经选择了他。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弟兄姐妹，我们在完全关心自己的事，而是优先寻求上帝关心的事。我们关心什么？但是上帝另外关心的，你是先选择上帝关心的，而不是你自己关心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的教导，他跟我们讲说，忧虑和基督徒信仰是不相容的。你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上耶稣讲的话很足严的就是很严厉。他说：“这个小信的人你是小信的人，什么意思呢？我们生活上没有忧虑，那很奇怪常常忧虑他讲的话的意思是说，当你有神给你做一个支撑跟随，神就会为你预备。那这样的信心是在因为你对神的信靠，你的忧虑减少。人一旦没有忧虑，他做事情就会更顺利，他做事情就会更亨通，他做的事情就会非常有条有理，他的后面的路就更宽广。那有一个问题，我们会做一点思考了我们不再全心关注自己的事，而是优先寻求上帝关心的事。那这个忧虑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些比喻，也很重要在这个马太福音这边有提到，他说对不起，可是我告诉你们，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的荣华显赫，他的衣饰也比不上一朵野花那么的美丽。那再来就是野地的花今朝出现，明天枯萎，给扔在火炉里焚烧，上帝还这样打扮他们，他岂不更要赐衣服给你们吗？你们的信心太小了。这样的说明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论证，他说上帝创造并且维系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呢？既然给你生命，他供给所需，是他附带的，他不是把一个人生下来就丢着不管。我们常会遇到说有一些孤儿被生下来就放着不管，神创造生命，他就陪伴了让生命的所需，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靠自己维持的啦，自己造出来的，也不是靠自己维持的。
当然有一个情境我们要思考，耶稣呢讲的那个时代，大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业哈，又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或是所谓的分工，那个时候是一个应该是算原始的社会。原始的社会就是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的是牧羊的，有的是种田的，有的是种工匠的，那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所需的。那更不用说，耶稣讲的这段话，让我们去理解到，比如说我们在看很多这个动物星球的那个影片哈，我们发现说，在北极那种地方，竟然有生物会生存，一片的白雪，厚厚的冰层。但是北极熊它就能生存，有一些动物鱼就能生存。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那么厉害啊？其实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因为神在那个那么偏远、那么荒凉、那么寒冷的地方，就是有让熊活下来的物质、食物。在荒漠、在旷野、在干燥的地区，你们发现，人家那个动物学家就发现说，有动物藏在地洞里面，它会按照天气变化出来觅食。其实讲白一点哈，这个地方会有生物，是它厉害吗？其实就是上帝在供应。因为我们用后面来反射的话，就是如果这边没有生命，那表示这个地方不能生存嘛。上帝既然让生命存活，他就有让他供应的食物在。他用这样的论证，让我们知道说，有些飞鸟，当耶稣说飞鸟不用积蓄，也不用储存，讲的这些话，我们是有一个延伸呐。飞鸟为什么不用积蓄？为什么不用储存？是因为它的行动力很高啊。这边没得吃，我就飞到那边吃，为了去吃。好，那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一区吃不够，飞过另外一区安尼哈。”那其实动物它的本能其实都跟上帝的供应有关。上一个礼拜我们也提及到，蚂蚁它会储存东西呀。很多无法移动很远的地方的生物，它就是学会挖洞储存东西。蜜蜂也会储存东西，蚂蚁也会储存东西。很多这个钻洞的动物，它就会冬天像松鼠，它会把一些松果都储存在里面。有些动物是它储存在哪里？它没有洞可以储存，也没有很保险的位置可以储存。它储存在哪里？它储存在身体里面，它可以吃的胖的3、4倍，然后让它饿整个冬天饿下来。那飞鸟，它不用储存，因为它的行动力很高。这边没得吃，我就飞到那边去。北方已经下雪了，我就飞到南方。就是上帝很奇妙的设计，就是让这边有生物，就表示它有得吃，它能够生存下来。用这样的观念，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生命，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存活下来的。我们的生命，上帝为此负责，比滋养生命的食物跟饮水是重要的多。有食物跟水是上帝佩戴给你的，那我们的身体，上帝也同样在负责，它比遮盖保暖衣物更重要。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跟态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野地的花，从所罗门的穿着，从天空的飞鸟，我们学习到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既然维系并照管我们的身体，他就必供应像是食物和衣服这些不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耶稣他用这样的比喻，是要让我们去延伸，把天上的飞鸟拿来比喻上帝对食物的供应，将野地的花用比喻来说明衣物上的神的供应。漂亮的飞鸟，它们也有非常轻盈的身体，它的翅膀那么的宽，可以飞很走远。它的身体竟然那么瘦小，竟然飞好几万公里，真的是让我们匪夷所思。那个能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给的。然后他在各地去觅食。我们每年台南这边的七股的那些细湖一大堆黑面琵鹭来，那就
就停在浅水区，然后一只好像那个我们说那个盛饭的那个饭把这样子去吃的那些鱼类或是那些藻类，它就这样存活。很多生物是因为这样，神给它移动的能力，然后野地的花，它不能移动，但神供应它实际所需的。花长得那么漂亮美丽，耶稣说，所罗门穿的还不比他，因为那个是最原始神所供应的。弟兄姐妹，所罗门跟野地的花，或许从我们来讲比较实际的当然是所罗门，但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观念是说，所罗门他也是要耗费很多很多的人力物力，他的权力才有办法穿那么豪华，但是野地的花竟然不用花什么力气，神就供应了。基督徒的信心是从这边开始的。飞鸟并不知道有天赋，但是他享受了最荣美、最好的生活。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既然创造者关心他的创造物，飞鸟跟野地的花，我们就必更确信天父要照顾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的挑战，也是一个观念的改变，甚至一个次序的转变。期待我们的基督徒，每一位是因为尊主为大，你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去处理你身上的财物。神给你多少，你用的不止足够，而且还有剩余。这是基督徒最美好的恩典，让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也是在神的优先当主人的这一个掌管之下，所享受世上神给我们是最美好的恩典跟生活。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博义弟兄来做分享跟见证，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因为我们要接纳创造生命赐给恩典的上帝作为我们的主人。当我们把这个次序定好了之后，我们发现一切欠缺跟不足，神就必供应，神就必掌权。当我们费尽一生去追求财富的时候，发现我们生命失去了，一切就归于零了。神啊，愿我们基督徒都成为一个尊主为大，在生命上神充足的供应。我们甚至能够用神给我们的财物，我们的积蓄，能够做美好、传福音、造福别人、照顾家庭的工作。让我们在神的力量之下，我们所做的都荣耀你。愿神也赐福给我们今天举行50喜年的奉献。愿我们用这样的心，知道我们在主的事工有份，我们的恩典也必从神而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呢这个节目稍微做一点调整。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我们50喜年的纪念歌，但是我们想要在奉献的时候才唱。现在我们要先邀请我们的东宝代祷的见证潘博义弟兄来到前面来用分享他从里面得到的分享跟见证，来拍手欢迎他。好，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那在分享之前，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潘博玉，我是出生以来就是牧师的小孩 ，AKA PK Pastor Kid。大家都说牧师的小孩不是大好就是大坏，我2个都不是，我是大胖子。感谢主，上帝在我的身上不止累积体重跟脂肪，他累积超级多的恩典在我身上，所以我都顺服，充满喜乐。当夏牧师说准时就是提早到，我第1堂礼拜都8点半之前到。
当夏牧师说做礼拜要坐前面几排，礼拜的时候我就坐第3排。夏牧师说每个人都要有服事，我突然发现我在富强教会还没有服事。感谢圣灵的引导，后来我参加了中保代祷团。因为上帝爱我，我知道我有力气，并且对于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交托有负担。不过上帝的教导就是这么奇妙，对我们要说的总是超过人的所求所想。在参加中保代祷团之前，我的个性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我乐意为身边的人祷告，但是我很少为了自己祈求，更不要说请别人为我代祷。在一次又一次的代祷服事当中，我看到弟兄姐妹写在代祷卡上面的软弱跟需要，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上帝，才是让上帝做主。刚刚讲的这一串是上帝要我看到的。我们总这样称呼他，主耶稣，主耶稣。可是耶稣不是信主哦，那不是他的 last name。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主耶稣。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不再自己做主，而是让上帝做主。如果是这样，那我自己该怎么开始呢？在新楼医院服侍的我，当时正在准备高雄医学大学硕士在职专班的考试。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不是成绩名列前茅、考试健将的那种学生。但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来补足我在新楼医院的服侍，所以我第一次写代祷卡。我将硕士在职专班报名及考试时间写在代祷卡上面，写完之后投进代祷箱之中。最重要的是，我放下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感谢上帝，代祷团同工为我祷告，圣灵亲自做工，上帝安排了许多的天使帮助我。新楼医院刘启举院长替我写推荐信，黄副院长同时也是富强教会黄君君执事不断的支持。喜乐小组小组长荣泰长老跟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为我代祷，并陪伴我走过那一段准备考试的时光。感谢主，没给这些天使落亏，我考上了。考上了，但是我知道有比考上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学会了让上帝做主。听完分享，有人会问，那怎么样最简单的踏出让上帝做主的第一步？好的，工商时间到哈。在教会的各个角落，你能看到代祷卡跟代祷箱，将你的需要、你的挂虑、你的盼望、你的缺乏、你的全人全心都写在代祷卡上面，再把它投入代祷箱，上帝就会为你做主，而且有代祷的精兵勇士会为你祷告。再来进阶，就是我们要进步，进阶。如果你已经在领受过上帝的爱，且蛮有力气、有喜乐的心，愿意为主服侍。当你在路上遇到慈宝老师，也就是我们代祷团的团长，问你愿不愿意加入中保代祷团，请大声的回应
Yes, I do。当然，你也可以主动去找慈宝老师，他一定会更开心。大家好，我叫潘博玉，我是牧师的小孩。小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荣耀主的名。感谢教会给我这一次机会，在今天父亲节主日，满有喜乐来为主做见证。我深信我在地上的父亲跟在天上的天父都会很开心。88节快乐！感谢大家。谢谢博玉弟兄哈。他刚刚讲说他是 PK 哈，我们就比较印象有深刻了哈。他爸爸哈就是潘庆章牧师在2年前庆章牧师跟师母也来我们当中做了好几场的培灵会哈。那真的看到，因为博玉弟兄他在我们台南工作，他就来到我们富强，刚好是他爸爸来这边培灵的前后哈，他就来这边，而且很稳定哈，在小组做礼拜真的很看到他坐在最前面，就心中感到非常大的鼓励哈。那接下来还有，就说这个周宝代祷，他今天是8月2号嘛，我们9月开始下一期的服事。所以在这个月当中，你赶快找看看楼下的那个表哈，有些是已经好几期都他在那边服事，他的名单就在那边。那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这个时间，它有两个祷告室嘛，如果这个时间你2个祷告室都填满了，那可能你要再找别的时间。如果说这个祷告室还有空，你就可以填上去。在楼下在月底以前都可以报名哈。那牧师呢？虽然时间有时候很不稳定，但是我想说，因为我也参加了这个中华代祷，我觉得一个感动就是说，当你看了这些代祷卡，我们就有一个决志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向外面吐露，对不对？不能主动去找他说你怎么这个代祷事项我要跟你讲什么？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你会了解我们弟兄姐妹需要什么，他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也会成为你一个心中很大了解。原来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普遍的难处在哪边，需要代祷的事项，这是很大的一个代祷者很大的收获，因为你会更认识我们这一群富强人哈。好，那记得赶快在月底以前，赶快来做报名，特别是我们50周年嘛哈，期待能够。50周年有100个人以上的参与者一起来学习。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奉献主日的一个报告就是我们要请荣泰长老跟我们报告说，我们这2年来推动50周年的事工，费用怎么样的支出呢？我们的预备怎么样？我们来拍手欢迎我们的荣泰长老来帮忙来做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这里代表我们小会还有财务室，针对我们50禧年，我们的专账，我们目前的经费的运用、收入、支出的状况，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跟说明。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在50禧年这个事工开始进行一些筹备，然后我们有设置这个专账来收我们会友这边的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我们在去年，我们会友的奉献整年度是1428806。那我们去年是属于筹备，所以我们在支出的部分，金额没有那么高，是128650。不过因为我们教会陆续有一些的空间设施，包含在教育中心，我们整个空间的运用，那我们有做一些硬体的整修跟设备的采购。那我们在去年度整体我们是支出了6955593，这在我们去年度整体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年度，我们会有的奉献是2440735。那我们在系列活动的举办、固定的一些支出金额的支出之后，我们今年到7月底为止，我们支出是2434928。那目前还有包含我们的8月9号的聚餐会，
还有我们的 T 恤的部分哦，T 恤我们教会这边也都有补助大家在采购这个 T 恤的部分，还有包含我们的感恩音乐会的相关的支出，还有我们的培灵会相关的支出的部分，哦，待支出的款项是105万又7000块。那我们今年度还是有一些硬体设备的支出，还有我们包含影音设备的调整跟提升，今年支出是277万2675。那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充满了感动。如果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没有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我们有可能今年都不会办任何的活动，因为有赤字了嘛。如果再办这样的事工活动，到底有没有办法真正来回应上帝这50年对富强教会丰盛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依然秉持着这样的信心，包含我们的小组事工、我们的祷告事工、我们的敬拜赞美，还有我们的圣歌队的观摩。每一场的研讨会都是为了来装备我们自己，迈向另外一个50年。所以这样的经费数字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跟了解。那我们在财务室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做努力，然后把每一分钱做好的管理。那除了数字之外，我有几张简报要让大家做一个说明哈。我们松年牧区的这些兄姐，他们在去年就有自己制作竹筒，然后拿回去，他们就是为了50几年做奉献，所以他们在7月25号那一周，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活动哈。在过程当中，我很感动，我们教会目前应该是最高龄的秀芝姐，96岁，她上去分享，这些钱是要奉献给上帝，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我们在做50几年所有事工，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所以他们在点那些铜板硬币的时候，真的很惊人。我们真的用推车，那目前所有的铜板硬币找不到地方放，所以就先放在牧师馆的那个保险箱里面，就是先放着。那我们财务是在点钱。看到满满这些铜板硬币，真的是充满了感谢。那这边也特别谢谢我们这些松年的兄弟，他们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跟示范哈。好，再来令我感动的是，我觉得我们不单单是要建造一间漂亮华丽的教堂，我觉得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健康合一的教会。如果真的要花钱，其实我们可以找清洁公司来做整理。对不对？我们只要花10几20万，也许这边都打蜡，闪闪发亮。可是我们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我们透过委任长老分配动员，然后牧师这边号召，我们在上个礼拜六，上礼拜六我们做了全教会的打扫，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相片，每一位会友不分彼此，从主日学一直到我们松年的这些长辈，大家一起为了我们的空间环境来打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显示每一分钱我们都是谨慎的去运用。这个教会是上帝创立的教会，是我们每个人的教会。这个周年庆不会是只有牧师的50几年的相关的庆典的活动这样推动，不是主委的事，是大家的。所以那一天其实是很感动，其实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兄姐，真的不顾危险，在有安全的一个保障之下，爬很高，然后做这样的清洁，其实那一天是充满了感动，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感动，我们50几年系列从1月份到现在，每一场的系列活动，我们的培灵会、我们的观摩会。我觉得不是要显示我们富强教会多么会办活动，而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位会友，我们要不断的更新自己，我们要透过这样的造就，我们要为了迈向另外一个50年，我们要奠定更重要的这样的信仰根基。所以我们办的这些活动，小组，我们的祷告事工、中保代祷，
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圣歌队，每一项的事工，我们都是运作超过10几年，甚至有到20年以上。如果我们没有之前的预备，我们没办法在50几年的这个年度将这些献给神。所以每一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除了在8月9号之后，我们下半年度还有我们的运动会，还有许多重要的事工，我们的福音小组，我们的幸福小组，所有的事工照常举行。我们不是为了去显示我们都多么会办活动、办事工，而是让每一个会友，我们每一个富强人去自我提醒，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荣耀我们的神。好，最后一个，我们要持续用祷告来守护我们的教会，就像之前我们在清晨的祷告会一样，每天早上6点，大家聚集在一起，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福音的国度来祷告。我们要持续做这件事，不是50几年今年才做。我们要继续用热情的行动来宣扬主的福音，就像我们的龙舟队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练习？他们可以在家吹冷气，他们还要请假来参加这个龙舟队的比赛，龙舟比赛。他们就是为了展现他的活力，让更多我们的民众认识我们。所以宣扬主的福音的管道是很多的，除了我们50几年的活动，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传福音最重要的精兵。最后，我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一起彼此的激励跟分享哈。历代志上传29章第14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愿主祝福大家，谢谢。谢谢荣泰长老给我们做详细的财务的报告。那我们今天举行这个主日，也是为了让大家有份参与哈。那刚刚有提起说，上个礼拜我们的松年他们用竹筒存了1年，都是硬币。因为太重了，没办法拿到前面来，所以也没有地方放，是暂时放在牧师馆。牧师馆没有那个什么保险箱就放在牧师馆，把它锁起来就对了哈。他们早上第一堂把他们的这个竹筒都摆到前面来哈，是很感动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执事开始要来收奉献，但是请敬拜团哈。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边来唱这首禧年的号角响起，我一边收奉献。我们唱完了，我们再来举行奉献礼。我们也要请我们的荣泰长老再一次带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哈。荣泰长老，等一下再做一次祷告。好，禧年的号角响起，我们来看这一个投影片哈。同工就拿起麦克风，这首歌很轻松很快，在下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周年庆的敬拜赞美要唱哈。我们请同工带我们一起唱，大家会唱一起大声的唱来。开始收奉献了。神殿的足迹，主的恩手不曾离。我小神关于黑夜，是主同在的印记。我最终有主平安，每个眼泪你珍
要唱的诗歌哈，我们开始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奉献的感恩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看顾跟带领，让富强教会来到设立50禧年这个关键的时刻。50年来，富强教会从你领受而来的丰盛恩典，让我们在台南这个城市可以站立。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美好的计划，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有生命影响力的教会。万能的神，特别感谢你，让富强教会充满合一的灵。无论是松年的兄姐、社青、青少年，或是我们的幼儿，在今年50禧年所有的事工活动、研讨会、培灵会，每一场的活动、事工、众教会，共同来参与。我们众会有谦卑的服事，用心的来参加我们所有的事工，得到好的造就。也扩展福音的国度。在今天的主日，我们为了感谢上帝你满满的恩典，我们特别来做这样的奉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每天的看顾跟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愿意顺服你，成为你在地上的管家。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今日将富强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并亲自祝福。让这些奉献可以在教会或是任何一个需要你的地方，帮助福音的传扬，让富强教会50禧年所有的事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金句。今天我们念一次就好。预备，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好，接下在报告之前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每一位爸爸来送上一个小礼物哈。所以呢，我们说在场的爸爸请站起来，可以吗？在场站起来，那我们用拍手给他鼓励。好，我们请执事来发这个礼物。我们再请我们的乐器执事来继续做报告。好拿到了，我们再坐下哈，不要客气。好，谢谢。好，那我这边做一个简短的报告。首先我们翻开周报，在下周的服事同工的部分，下一周是我们的纪念主日，在教会这边只有1堂的礼拜，再请大家留意。那第1堂的主礼，是刘子俊牧师，司礼是王卫鹏长老。那剩下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牧师来做补充。好，谢谢。我们的乐器师很会掌握时间的这个例行报告，请大家自己看。但是有几个重点，牧师要做提醒了。我们先来介绍新朋友，好不好？今天呢，我们有好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个是
陈怡恩，陈怡恩在哪边？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怡恩呢，在楼上吗？好，怡恩好，欢迎你，好，怡恩，感谢主哈。哇，他是从台北来的哈，台北的真理堂来的哈。第二位是我们的赵丽宽，赵丽宽姐妹，欢迎你啊，我们的赵丽宽姐妹。啊，住我们附近而已哦，哈，住在中华东路2段而已啊，欢迎你。那这位就是杨玉轩姐妹在哪边？来，欢迎你，杨玉轩姐妹。南投来的哇，我们今天很多特别外地来的朋友哈啊，如果住在我们台南附近呢，我们富强教会50周年最大的热忱欢迎你啊，加入我们50周年之后的旅程哈啊，感谢主哈啊，刚刚有提到说，等一下我们还要做一个祝福这个8月份寿星的庆生哈，那牧师我们直接要请我们来看那个原来的投影片就好了哈。那在看的时候，牧师想到这一点，先做报告了哈。我们周报里面有报告说，我们教会出身的我们的金井传道，今天正式在光斌教会服侍了哈。妈妈在这边不能常常在他旁边帮忙哈，我们为他祷告我相信神给我们的金井传道有很强的能力，在那边做美好的服侍。其实那间教会真的很微小，但是微小有一个好处，你稍微做一点事情，它就会成功了，稍微努力一下就会有成果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他那边的一个支撑了，我们母会随时为他做代祷有什么需要就要派短宣队了，大家自愿一下，大家开车去那边5、6个小时去帮忙当然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为他们做奉献了，这个是我们持续在努力的部分好，那其他的报告，牧师用这个投影片来做介绍第一个，我们祷告的树，我们已经上个礼拜开始领了如果还没领到的也是个别的会友，也是家庭的，请你来领这一本祷告的书里面，我们50喜人特别印制的书做很好的见证里面的文字很好阅读了，而且本蛮大本的很棒第二个是我们领取的内容怎么样领取都在周报里面有写，但是如果你想加购的话，一本150块。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们的那个周年庆的那个杯子也是义卖一个150块。那再来重点是这个啦我们最后一个礼拜了已经算天数了啦，我们剩下6、7天了，礼拜5就才5、6天而已。我们在礼拜5、礼拜6、礼拜天有4堂的培灵会，我们看这个文字比较清楚。刘子俊牧师来培灵，第一晚，礼拜5晚上，就是我们的平常正常的祷告会时间。我们邀请好朋友、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聚会都来第二个是第2堂，礼拜6早上同工造就会，我们每一位都服侍者所以都要来听为什么我不火热了？第3堂是礼拜6的晚上，8月8号晚上青年聚会，我们也鼓励其他教会的青年团契都来参加。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很多人生在信仰上遇到的挑战那最后是我们下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庆典那一天早上，我们有1堂礼拜。所以现在第2堂的部分，下个礼拜就没有了只有第1堂。所以请你记得8月9号早上8点40就要来了。那做完礼拜培灵，大约稍微长一点，也许到10点半，最慢11点前会结束。那结束后呢，我们很多同工就开始忙了，有的要整理东西，有的是先过去那边场地预备啦。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参加服事，就参加聚会，就请回家休息，然后2点半，因为他文化中心没有提早开门，所以2点半你到大楼的礼堂的前面，我们有弟兄姐妹会做接待你可以领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这张我们的那个入场券每人1张就进去。那进去到我们的大厅里面的内面的大厅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兄姐呢就会花
一份资料，那用我们的周年纪念的帆布袋，里面装了小礼物，还有一本当天要做礼拜的手册。那原则上幼稚园暂时不发了，但是国小1年级是要升1年级的，暑假要升1年级的都可以发一份那我们记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袋子不要拿份了。说你放的钱包在里面被人家拿走，因为大家都一样所以要自己保护一下，或是做一个记号，才知道这个袋子是你的好，那还有几件事情要提醒。第一个，我们那一天呢，在礼堂里面做礼拜第一个不能拍照，也不能录影；第三个是不能喝水。再打开那个要喝水到外面去就等于在现场是最高规格就对了，禁止。很像你在台北、高雄搭捷运一样就对了可以带着，但是喝水的到外面去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做完礼拜结束我们当现场会举行一个大拍照、大合照那我们在听我们的卫鹏长老的指挥那再来就是我们外面的礼拜堂的外墙已经开始贴上这个喜庆的标志了。护墙50象征奔驰这个是晚上的照相这个是我们的旗子也都带上来了，表示我们最后一个礼拜时间的预备了那请记得我们有这个是刚刚第一堂礼拜，我们的松年拿这一个我们这个奉献的竹筒来奉献的礼感谢主。还有一张照片要给大家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桌次表，请记得你坐哪一桌你要自己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有90桌你怎么找先找到你是第几桌，然后在前面的桌数，比如说一桌到50桌左右，50几桌是在地下室，那后面90桌以前这30几桌在3楼你跟谁坐在一起，这个表都有，在收报里面有我们告示的那个程序单也有只是说让你知道这个桌次表都有印在里面的请大家自己寻找自己找寻这样子。好，那刚刚有讲到这一个报告，我再补充一下，我们这个庆典我们早上的礼拜下午的这个餐会，我们有听到说好像有台风的消息啦，那我们在想说应该往北，它的预报是往北边走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我们会借事情来祷告第一个，天气能够让我们能够很顺利；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去那边的场地，无论是文化中心或是我们的这一个长隆酒店，大家都很顺利。最后一个要邀请的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才听到消息，对不对？你也想参加，那这样子啦，我们因为聚餐要事先报名要缴费，所以可能已经截止了。但是礼拜的部分都欢迎，对不对所有包括新朋友今天来了，都可以参加做礼拜。还有很多人看了文化中心的那个手册广告特别要来拿票外教会的或是外面的朋友何况我们自己。所以如果说你那天晚上没有报名爱餐没有报名参会，请也参加了我们的礼拜，好不好？欢迎大家我们记得礼拜五晚上就开始要来参加这个培灵会了。好，我们准备来做结束。我一起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唱完之后，我们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同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今天，我们祝福每一位爸爸蒙神的恩典恩膏祝福，在一生当中蒙恩典满满，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啊。
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的礼拜今天，因为我们是父亲节了哈，就没有预备爱心午餐。不过我们要为8月份的寿星，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跟你唱生日快乐歌。唱完诗歌，我们要请我们今年这个月的寿星代表瑞平牧师也是寿星啊，来吹蜡烛，来。感谢主，我们要为寿星祷告，再做结束哈。现在父神，感谢你8月份这一个温暖的季节，神赐给我们这一群8月份的寿星，愿上帝满满的恩典跟他们同在。无论是他们在庆生会的时候，家人朋友热情的庆祝跟祝福，也特别从神来恩典满满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从你来的喜乐、平安、健康。也让他们在工作、生活、服侍主、信仰都同得成长。特别求你保守，让他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主耶稣美好的样式，让成为一个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愿神赐福给每一位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每一位父亲，蒙神的恩典祝福健康喜乐。我们要回家的路程，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也将下个礼拜所有的庆典，无论是气候，无论是每样场地的安排，无论是讲员，都亲自交托主，求你亲自保守带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愿你平安，谢谢。